今天我们来跟各位大家报告介绍他力念佛。什么叫做他力念佛？把这个含义讲出来，里头真正的方法，佛陀对我们众生的要求，什么叫做他力呢？很多人还不清不楚，所以我们利用今天很短的时间来介绍。在华古经上面有说，如果有人临命终时，他没有办法念佛，而只要知道西方有佛，心里起了一个念头，要往生西方净土，也是可以去往生的。虽然您都念不出来了，已经断气了，但是他起了一个念头，照样可以成就往生西方的道业。在《十方随愿往生经》里面有说到，如果有人临终的时候，以及就算他死后堕入地狱之后，家中的眷属为亡者念佛及诵经斋生陪护的话，亡者就会从地狱中出离而往生净土。何况现在自己能够修行念佛，又怎么不会往生呢？大悲经上面有特别提到，为何叫做大悲？如果能够专心念佛，心念一直相续不断的话，那么命终之后呢，一定升到安乐国中。如果能够辗转劝别人念佛的话呢，这些人全都叫做修行大悲心的人。因为涅盘经上面也提到，佛陀告诉大王说，假使把大仓库打开，在1个月之内，把仓库内所收藏的东西布施给一切众生，所获得的功德不如有一个人称念一声佛号的功德。念佛人的功德超过前面布施者的功德，多的算不完。有一本经叫做《真一阿含经》，里面有提到，佛陀问阿难说，如果有众生以衣服饮食、卧具、汤药来供养整个娑婆世界的人，他所获得的功德多不多啊？当然多了，多到数不完啊。佛陀就告诉阿难说，如果有众生以善心相续不断的称念弥陀名号，时间只要短的像挤一个牛乳一般这么短暂，他所获得的功德超过上面那个人多的数不完最后在净土三经有提到，无量寿经说，法藏菩萨在世自在王如来面前发愿，他说，假设有一天我法藏比丘修成正果，达到成佛了，我要邀请十方一切众生，希望大家以最欢喜心来相信我法藏比丘最真诚、最实在、最永恒的、最贯彻的、表里一致的誓愿。我要大家都来到我所成就的极乐世界，我没有任何其他附带要求。要来的人，只要你愿意念佛，不管念多念少，或在临终之时念出10声、5声、3声、2声、1声，你们都有资格往生极乐世界。我承诺就是要救度念佛的人，如果我没有做到，我没有达成，我发愿绝不成佛。无量寿经接着又说了，十方一切众生如果有人听到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，明白就是这尊佛要来救度称念的人，满心的欢喜，信心坚定，就算仅仅只有一个念头，愿意往生极乐世界，那么这个人当下就是阿弥陀佛所要救度的对象。从现在直到成就，阿弥陀佛的救度永不退转，永不改变，永不放弃。所以这叫做他力念佛。只要你能够信心基础，称念名号，努力不懈的，不要懈怠，那么阿弥陀佛肯定救度你的。我们靠着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力，靠着他的慈悲愿力，我们一定往生西方，以后就不要再6道轮回了。这个是我们所期盼的、渴望追求的一个方向。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要好好珍惜他力念佛的重要性，观念一定要正确。我们借这个机会来提醒所有念佛的莲友们，大家一起共勉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